旅遊局再同往來港澳嘅客車同客船服務營辦商合作，喺5月1號起，向到訪香港嘅國際旅客提供香港往澳門嘅免費客車同客船優惠，爭取更多國際旅客延伸行程至澳門。旅遊局再同香港機場客運服務澳門股份有限公司、噴射飛航及金剛飛航合作，喺5月1號至12月31號期間，向到訪香港嘅國際旅客提供免費直達巴士車飛同船飛，持續刺激國際旅客到澳門旅遊嘅意欲。合資格嘅旅客辦妥指定手續，即可免費獲贈來往港澳嘅單程車飛或船飛。國際旅客喺抵達香港機場後，只需要喺指定櫃台出示有效旅行證件同登機牌，即可換領免費車飛。旅遊局喺過去2年期間曾經推出相關優惠，其中2024年為期11個月嘅優惠項目，帶動超過31萬人次旅客訪澳。